邊沙賽啊？好，鏡頭返嚟男子200米準決賽嘅第2場。重點留意5、6、7、8、9線，都係非常之接近噶啦。好，咁第二組 semi final 起跑都順利嘅，見到第7線嘅阿里跟咗上去啦，已經過咗前面2個運動員啦。古卓峰咬住，好，而家第一個出彎都係阿里啊！見到入邊嘅運動員非常之近，追緊上去。日本嘅選手半野智星而家喺第2位，前面阿聯有選手話收步啊！日本嘅選手第2位，呢場嘅時間21秒正啊，快過頭先嗰場好多啊，0.4分。係正風嘅，咁見到頭先第7線嘅阿卜杜勒亞里啦，前面都帶出嚟好多啊！睇翻回放嘅時候，見到佢都跑得比較輕鬆啊。雖然佢琴日跑完一場400米嘅決賽，但係好似對佢冇乜影響咁。係啊，收晒步，會唔會俾人過埋呢？因為半野智星就起步唔係話太快，冇問題啊，收晒步都係黏住翻嚟嘅。哇！咁啊細 Q 啊非常之近啦，第3名見到應該係斯里蘭卡嘅選手，啱啱好壓過。快啊！係。咁相信兩個細 Q 都係呢一組啊！冇錯啊，見到第4、5名咧都好近啊！21秒09啊，到半野智星第2嘅。咁呢組 semi final 嘅整體成績呢就快過第一組好多，咁相信2個細 Q 都會喺呢度出現㗎啦。斯里蘭卡21秒15係第3。我諗呢組2個細 Q 都可能快過頭先大 Q。咁4、5名都係。21秒17同埋21秒27啊，咁2個細 Q 咧都喺呢度出現噶啦。咁馬來西亞選手同埋韓國嘅羅斯尼同埋韓國嘅金東鎮呢，都應該係會入到決賽噶啦。反而國家隊余思浩呢，就僅入唔到啊。古卓峰就21秒40啊，第7。哇！呢個真係命數啦，正話呢，就負米幾風，依家咧就剩翻0.幾。即係拉埋2個計就即係爭2米咯，個風係。哇！真係爭2米，爭好遠好遠好遠。負1.6同正4。你如果計呢個死數咧，真係200米可能爭冇半秒都0.3噶啦。但我哋見到今日咧嘅選手咧，整體實力都有啲